伫咧新竹的有一座是日本海军的燃料厂，是日本踮伫咧台湾起的第6座燃料厂，所以落尾人拢家叫做是6连。为了要互大家更较了解到这6连过去的历史故事，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参作家王春子合作，用这6连做主题出版绘本，也佮有台语、英语、日语这3种语言，要来读绘本的故事。我曾经是新竹宾馆顶上悬的演堂。人甲我号过过来的名，有阮东莞710甲着人。以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做主题的绘本，写过去6年的历史，内底唔但有精彩的故事，而且透过绘本顶面的 QR code， 可以当听到专业老师用台语来讲故事，读互大家听。用当初时住伫这个大烟洞内底眷村的军人吼，啊，佮有遐个囡仔吼，啊，佮有遐个邻家来讲，迄当时因住伫内底的状况，甲遐个情形、生活的状况，啊，就是透过这个较生活化、较趣味吼，也是讲一寡囡仔是讲大人的角度吼来讲这个故事。除了讲6年的故事，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嘛特别带大家来到第6燃料厂附近，来认捌目前住在大烟洞内面的神魔夜婆。我们觉得故事其实是让亲子更能快速理解这个蝙蝠的生态，所以其实借由故事可以让亲子他们一起对于这个蝙蝠更有认同感，然后更童趣，然后可以更亲近。所以我们就先借由故事，然后再加上实地的，让大家来去看真的蝙蝠飞出来的样子。带囡仔来听故事啊。还让我活动，我觉得感觉袂歹啊。有一班活动互囡仔来，知影讲原来咱新竹嘛是有这种生态活动，我感觉就好诶。对，还有老师念册互你听。民众讲透过绘本故事，加上现场导览活动，大家对第6燃料厂过去的历史以及神魔夜婆有了更较深的了解。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。